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第16章經濟表現嘅量度二。咁我而家咧就會講第二份功課，亦即係講緊本地居民總收入關於 GNI 嘅一份功課。好，咁大家手上咧都有呢一份啦，就係關於本地居民生產總值，亦即係 GNI 嘅一份功課啦。咁你要見到一開始咧，我其實係想同大家去重溫下我哋第一份功課，亦即係關於名義 GDP 啊、實質 GDP 啊嗰啲關係。咁但係因為上一份功課做得唔係咁好啦，咁所以呢一度咧我有個重溫嘅題目同大家去做一做先嘅。咁我哋好快睇一睇啦。首先咧，大家要記得關於實數嘅題目咧，佢就有一條公式嘅咧，其實就係物價啦個指數，物價個指數啦，其實就會等於我哋名義嘅 GDP。然後咧除翻實質嘅 GDP，然後咧就去乘翻100%，就係咁。OK 嗱，如果有同學都仲記唔到條式嘅話，不如幫我去諗下啦。咩叫名義 GDP 咧？就係講緊佢既考量個價格，亦都考慮埋嗰個數量嘅。OK，睇下你做咗幾多件，亦都睇下你嗰幾多件係值咗幾多錢啦。但係所謂嘅實質 GDP 咧，其實淨係諗你做幾多件嘅啫，個產出。咁你會發現咧，P 乘 Q，跟住再除翻個 Q，其實個 Q 係弱咗嘅。約咗，咁剩翻嘅就係呢個 P，咁呢個 P 咪即係物價咯，得唔得？物價，咁只不過乘翻100，令到佢方便比較嘅啫，得唔得？係啦，咁呢度如果大家仲記唔到嘅，就可以記下呢個藍色同埋黑色筆嗰個規律啦。好啦，咁去到下邊啦，而家咧就話要計 A、B、C 嘅值啦。咁你個 A、B、C 咧，其實喺坐落喺3個唔同嘅數字名稱裏邊嘅，包括係實質 GDP 啦、物價指數啦，同埋個名義 GDP。咁好快嚟計一計啦喎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求 A。咁啊，而家咧佢係要計實質嘅，咁但係其實冇所謂嘅，你照代翻嚟公式得噶啦。咁啊，物價開始先啦，120等於名義 GDP 即係15000啦，除翻個 A，咁啊最後乘100，就係咁簡單。OK，好啦，除 A 唔靚仔，我哋通常習慣呢個 A 係要擺喺乘位或者唔好前有嘢啦，咁你除 A 唔得，咁啊調過嚟先，咁變咗就係 A，OK，即係右手邊呢個 A 就調過嚟噶啦，得唔得？隨便乘咯，咁啊即係你當係120乘 A 啦。然後咧同一步做埋啦，不如120咧就拎翻過嚟咧就會變咗除啦，所以150就會變咗除120啦，然後乘100。OK，咁撳一撳計數機咧，其實你就會計到係125嚟嘅，係啦，我都好快計一計先啊，係啦12500啦，咁呢個就係計 A 嘅步驟，計 A 嘅步驟係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到求 B 啦，求 B 啦。咁咧今次係物價，好簡單，照擺翻喺度個位嗰度嘅啫。咁用同顏色筆啦，譬如 B 咧就等於名義啦，12100啦，除翻實質即係1100啦，乘翻100。好，咁機啦，跟住咁啊 B 仲簡單，因為直接個尾都喺左手邊啦。咁啊12100除翻11000乘100。OK，最後計到110嚟嘅。OK，110。最後一個啦，求埋 C 啦喎。咁啊，今次 C 係名義嚟嘅，咁啊唔緊要嘅，不過照代數字嘅啫。90等於名義啦，今次係 C。最後啦，除翻實質 GDP 就係9000啦，乘翻100。OK，嗱今次隻 C 咧，其實已經係我哋當係1成咁算啦，1成其實係已經係成噶啦，咁就唔需要再喐佢噶，咁反而喐其他嘢就更加好。咁所以咧就係90啦，呢個除9000就變成9000，乘9000啦，乘100就變除100。咁啊，等於剩低隻 C，所以最後咧唔夠位寫阿 Sir，所以 C 咧就等於90乘9000除100。哦，原來係8100嚟嘅，咁你就計到C 係8100嚟噶，得唔得？咁你見到咧，其實點解有咁多條式要計咧？其實一條式嘅啫，就係呢一條黃色而家 highlight 緊呢條式，得唔得？一條式嘅啫。OK，冇紅色筆跨咗啊嘛，呢條式一條式嘅啫。只不過係代唔同嘅位置，得唔得？唔同嘅位置，咁你自己去做翻二項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好，好，下邊去到第二題啦。咁今次咧就關於你見到名義啦，有人均名義啦，同埋個人口，就講緊係關於嗰啲人均嗰啲實數嘅公式啦。咁啊，同大家溫一溫先，人均，咁我呢度我寫 XX 嘅 GDP，點解 XX 咧？因為我哋有名義嘅，亦都有實質嘅。咁你就用翻嗰個 XX 嘅 GDP，除翻個人口個數目就得噶啦。OK，咁呢個就係實數公式嘅玩法啦。好快 A 咯喎。
而家咧唔知嘅係 D 啊，D 係我哋人均名義，不過照代條式嘅啫。咁啊 D 咧就等於人均名義，咁啊即係用名義除人口啦，即係150000除翻人口就係1000。哦，咁咪好快計到啦。咁啊1500嚟嘅，好簡單。OK，1500。好啦，到 B 咯喎，sorry，到 E 咯喎，E 咧我哋睇下啦。咁啊照代條式啦，1200啦，因為人均喺左手邊嘅，跟住就等於用翻個名義即係 E 啦，除翻我哋嘅1500。咁今次移項啦，E 咧就唔會喐佢啦，因為佢已經係一乘咗 E 噶啦。咁跟住將個除1500就拎佢變成啦，即係話咧1200就乘1500啦。死啦，唔好呢度1500啦，咁啊等於 E 啦。最後啦，E 咧就等於應該係18000嚟嘅，就係咁。OK，咁呢就係話第二年2025年嗰個名義嘅 GDP 就係180萬，180萬係啦。咁啊最後去到 B part 啦。佢就話名義 GDP 個增長率，嗱增長率今次咧就係要佢嘅 percent 啦。點樣計 percent 咧？其實大家所應該學過嘅就係嗰個新減舊除舊嘅道理嚟嘅啫。咁啊好快寫一寫新減舊減舊除舊啦，乘1%。好多同學會錯邊度咧？佢就錯喺撳機嘅時候唔記得將呢個新減舊加括弧，就係錯呢個啫。咁我哋即刻寫翻就識啦。咁啊名義我簡寫就算啦。名義 GDP 的增長率。咁就等於新減舊，新咧就係2025年嘅名義 GDP 啦，咁所以咧就係180萬啦，減翻舊嗰個即係150萬啦。好啦，括住括弧啊，新減舊除舊，舊即係都係150萬啦，乘翻100%，係啦，咁呢個就會係20% 嚟嘅，OK， 20% 嚟嘅，就係咁樣，係啦，咁同學呢個要小心啊，係啦，其實要加翻括弧先計到我哋真正嗰個答案嚟嘅，係啦。冇問題咧，其實實數嘅公式得翻就計晒㗎啦。OK，實數公式就計晒㗎啦。咁你見到兩條式啦，第一條就會係物價呢條啦，同埋名義同埋實質嘅 GDP 啦。第二條咧就會係而家跨住呢一條啦，就係人均 GDP 嗰條啦，得唔得？係啦。好啦，咁同學你有留意到少少嘅嘢就係咩咧？呢一條公式計增長率嘅公式，其實咧佢係幫我哋銜接咗我哋陣間講嗰啲增長率嘅公式啦，同埋實數嘅公式嘅。你見到佢用嘅其實係實數嘅數字啦。但係佢出嚟嗰個咧，其實係一個 percent 嚟嘅，得唔得？即係話咧，佢其實就幫我哋連接咗啲實數公式同埋嗰個增長率公式，一個橋梁嚟嘅，只不過係得唔得？OK，好啦，咁我哋去到第三 part 啦喎，第三題，今次咧就係啲實際增長率，即係 percent 公式嚟㗎啦嘅題目啦。嗱，好多要你逐個逐個去計嘅，咁我都好快計一次俾你睇啦。第一年嘅人均名義，嗱，呢個同學要記得咯，人均名義咧就等於咩咧？就等於名義啦嘅 GDP percent 減翻人口嘅 percent。OK，如果同學上堂記得嘅話咧，我哋話隨便減啊嘛，隨便減。咁頭先我哋係名義除人口啊嘛，咁而家即係名義嘅 percent 減人口嘅 percent，隨便減啫。第一年嘅道理。好，咁好快寫一寫啦。咁咧就會係名義咧就會係-3啦，跟住加 percent，好多同學咧唔記得咗俾個 percent 我，咁所以咧俾我一睇一點，減翻人口 percent，人口 percent 即係2%啦。呢兩個喺晒度啦，咁最後啦，等於-5%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即係話你人均名義其實就係-5%嘅增長率，即係下降咗5%啦。好，B part，啊另一隻顏色 B part，黑色筆咯。今次啦，人均實質，不過第二年嘅，照做嘅啫，即係話用嗰個實質啦，然後 GDP percent 減翻人口嘅 percent，咁啊實質喺呢度啦，所以第二年就係上升1%，第二年嘅人口就係減1%，咁所以咧就等於一減，記住人口係-1%嚟嘅，所以係-1%，咁啊一減-1即係負負得正，即係變咗正2%啦，咁啊唔使即刻好都得嘅，係啦。好，C part 第二年嘅名義 GDP，嗱名義咧嗱自己去諗下啦，誒其實最多嘅做法就係點咧？用翻呢條式就係名義sorry，應該係物價行頭啦。物價嘅 percent 就會等於名義嘅 percent，名義 GDP 嘅 percent 咯，減實質
GDP 嘅 percent。OK，咁呢個就係多數會用到嘅呢條公式啦。咁啊，C part 就即刻做埋佢啦，不如。咁啊，我哋知道我而家要計個物價嘛，係咪？要計個物價。咁啊，物價係幾多咧？誒、我哋不如當佢，我假設啦，我當佢係 A 先算啦，OK，咁可能方便啲。物價咧就會係負二嚟嘅，負二等於 A，然後減啦，減咩咧？減呢個實質 GDP 嘅 percent，即係頭先用咗嘅一啦。好，咁啊計數咯喎，A 本身好地地嘅，你就將個減一 percent 拎佢入邊加啦，咁所以咧 A 最後就會變係減二加一，即係負一 percent，OK，係啦，減二加一即係負一 percent。最後到 D part 咯喎，我用翻紅色，OK，第一年嘅實質嘅 GDP 嘅增長率，實質係問號啦，咁啊，嚟第二條公式啦，同樣道理嚟嘅，其實都係呢條公式嚟嘅啫，咁咧我哋當佢 B 先算好嘛，簡單啲。咁啊，我哋知道物價啦，物價咧就會係呢個正方形呢個一啦，OK，1% 嚟嘅，等於名義幾多咧？名義係負三嚟嘅 percent，亦都係正方形呢個啦。而家減翻個實質，實質係 B 嚟嘅，而家想計呢個，OK，減 B 咁樣。咁你嗱減 B 唔好睇，咁我哋變翻做正先，即係將個二項拎過去啦，變翻做 B 咯。然之後啦，1% 咧本身係正嘅，呢個係變減，所以減3%再減多1%咧，咁最後就變咗減4%啦，減4%。就是咁樣，就是咁樣。所以同學記住，唔該，做題目之前諗下自己熟唔熟讀呢啲公式先。其實如果呢啲公式都唔係好記得咧，其實唔使做噶啦，好老實講，得唔得？所以唔該，記住翻去睇一睇啲公式。而家你睇緊片嘅話，你就去記一記，暫停條片睇下自己記唔記得呢三條公式或者兩條公式。OK，好，咁我哋去到下邊噶啦。咁終於嚟到我哋關於真係第16課第二部分 GNI 嘅部分啦。咁咧好快同大家重溫下先啦。GNI 就會係由我哋嘅 GNI，其實就會等於 GDP 啊，去加個所謂嘅海外要素收入淨值。如果同學記得嘅話咧，GNI 係睇人嘅，GDP 係地方嘅，得唔得？咁呢個海外要素收入淨值咧，其實即係講緊我將 GDP 裏邊。因為當中咧可能有啲係香港人喺外國做嘢嘅，佢冇計入 GDP 嘅，所以我會加翻佢啦，加翻嗱，我呢個簡寫啦就係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咯。OK，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啦，但係有啲係我哋本身計入咗 GDP，但係嗰啲外國人賺嘅錢都要減翻，就減翻外地人啦喺香港賺的錢，得唔得？係啦，咁呢個好小心。換言之，呢嚿嘢呢嚿嘢。正正就等於我哋嘅海外要素收益淨值，得唔得？OK，一加減，我成日都強調一加減，加翻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，減翻外地人喺香港賺嘅錢，咁就計到我哋呢個海外要素收益淨值，亦即係比較到個 GNI 同 GDP 嘅分別㗎啦。好，咁我睇下啦。第四題佢就話啦，如果某經濟嘅對外要素收益淨值，亦即係呢個啦，OK 呢個，佢係負數嘅話，咁意味住個經濟嘅乜乜咧？其實你喺呢一課裏面，我哋比較到嘅。其實就係 GNI 同 GDP，咁其實一眼就睇到咧，其實就係 C 嚟嘅，OK，C 嚟嘅，得唔得？其他嗰啲咧都只不過係GDP 裏面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，就唔係講緊成個 GDP 啦。咁所以呢個好快做到。咁同如果理解唔到點解係呢個答案咧，或者想理解下點解呢個答案咧，都可以計下數嘅。譬如話呢個負數，咁你假設佢係幾多咯？你假設佢係GNI 係等於 GDP，負數咁可能係減二先算，減二咁樣，OK。咁你要諗下啦，如果個 GDP 係8嘅話。咁你 GNI 係幾多？8減2呢個6嚟嘅，得唔得？咁國民收入總值其實即係咩咧？呢個即係 GNI，本地生產總值呢個即係 GDP。佢話國民生產總值係細過 GDP，國民生產總值細過 GDP，6係咪細過8咧？冇錯啦，所以 C 就係啱啦，得唔得？C 就係啱啦。好，第五題啦，下邊邊個係不包括啦？在香港該年度可要素收入淨值嘅計算啊，呢個計算咧就係啱啱我哋講嘅嗰樣嘢啦。呢個計算係包晒兩樣嘢嘅，OK？究竟佢係咪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，或者外地人喺香港賺嘅錢咧？咁啊逐個睇啦。
一個日本教師喺香港某語文學校工作一年所得的收入，可能大家會知道哦，呢個外地人喺香港做嘢，誒咁咪好快要減翻，要減翻出嚟係咪？小心嘅係咩咧？佢其實工作一年㗎啦，所以經濟學上咧，其實呢個係香港人嚟㗎。香港人喺香港地方嘅收入不嬲都係喺 GDP 嘅，唔會剔走，亦都唔使加翻，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答案，A 就係我哋嘅答案啦。第五題得唔得？第五題，OK，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好快去到下一題啦。咁咧，跟住就會去到第六題啦。如果香港係要計算我哋嘅 GNI 啦，呢個叫 GNI，本地居民生產總值 GNI，下列應該將邊一個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扣翻出嚟咧？嗱，你要扣嘅係咩咧？扣嘅就係外地人在香港賺嘅錢。OK，外地人喺香港賺嘅錢，咁啊睇一睇先。誒一位內地投資者從他在香港的住宅所收到的租金，誒，內地嗱，我哋喺經濟學上，我哋當境外啦，係啦，外地人啦，喺香港收嘅錢，誒，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答案啦。OK，呢個扣翻出嚟嘅，得唔得？咁租金亦都本身都包括我哋 GDP 裏邊嘅，係啦，亦都涉及生產啦，又或者係要素收入嘅產值啦。咁但係睇下 BCD 點解唔係先？香港居民從佢喺美國股市收到嘅股息，嗱，呢個係香港人喺外地收嘅錢，其實咧應該係要加翻嘅，得唔得？應該係香港人喺外地的賺錢咧，應該係要加翻喺 GDP 嗰度嘅，得唔得？加翻喺 GDP 嗰度嘅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埋 C 嗰個選項點解錯嘞喎？一個香港富豪大亨所設立用嚟津貼內地學生喺香港求嘅獎學金，啊小心啦！呢一筆錢本身咧其實都唔會計入 GDP 嘅，因為獎學金嚟嘅，不涉及生產。好，咁我哋咧 C part 啱啱嚟講到啦，就係話佢其實咧獎學金咧其實不涉及生產嘅。換言之咧，其實佢本身咧都唔會包喺我哋嘅 GDP 裏邊，咁就更加唔使扣翻佢出嚟啦，得唔得？OK，咁 C 呢個就係個解釋啦。好，到 D 咯喎，一個香港居民咧為一間英資銀行喺香港嘅分行工作收到嘅薪酬啦，要小心係咩咧？香港人啦，OK，咁但係咧其實佢喺香港做嘢嘅，亦即係話佢其實呢個情況咧係香港人喺香港賺嘅錢啦。OK，又係啦，我哋其實唔需要做動作嘅，因為佢本身就計喺 GDP 裏邊噶啦，唔使扣翻出嚟，因為佢唔係我哋人啦，咁所以 A 就係我哋答案啦。OK，好，下一題啦，第七題啦，要計算香港嘅本地居民總收入都係 GNI 啦，嗱呢個大家字眼上要識一識啦。我哋需喺香港嘅本地生產總值上面加上啲咩咧？加嗱，我哋加嗰個係咩？加翻香港人喺外地嘅收入。OK，外地嘅賺錢，我就咁寫賺錢。OK，可能直接啲，可能大家清楚啲嘅。OK，好，睇下先啦。一個日本廚師，日本廚師，喺香港某個餐廳工作2個月所賺到嘅收入，日本人即係外地人啦，喺香港2個禮拜2個月，咁呢個其實係咩咧？呢個係外地人喺香港賺嘅錢，OK，而呢個咧其實係我哋要扣翻出嚟嘅，喺 GDP 嗰度咧減翻出嚟嘅，得唔得？減翻出嚟嘅，好啦，就唔係加翻，我哋要加翻，加翻嘅係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啦。好啦，B 嗰個咯，本地居民係將佢喺日本一間屋出租俾日本一個人所收到嘅租金，誒，睇下先，本地香港人啦，喺日本嘅一間屋啦，收到呢個租金，誒，啱晒，咁所以呢個就係 B 啦，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。到 C 咯，本地居民喺澳洲一間公司嘅本港分行任職秘書所賺嘅薪金，香港人，但係喺本港嘅分行，雖然佢係澳洲公司，但係本港分行，所以其實呢個代表咩咧？香港人喺香港賺嘅錢。得唔得？佢本身係 GDP 裏邊噶啦，但係咧係不需要扣除嘅，得唔得？不需要加，唔使加，唔使扣，係啦。OK，唔使加，唔使扣。最後啦，到 D 咯
一個日本本港居民咧出售佢喺澳洲物業收到嘅款項。嗱，呢個咧我哋遲啲廿五課都會學少少嘅。咁但係而家咧，其實你知道佢係出售呢個物業咧，其實係屬於叫做資產轉移，係啦，或者叫轉移財富轉移，係啦，即係類似你買股票啊嗰啲狀況。咁呢個咧其實係屬於都係不涉及生產啦，得唔得？不涉及生產。OK，咁所以呢個就係唔會計我哋嘅 GDP，本身佢都唔會計 GDP 嘅，記住不計 GDP。OK，咁所以 D 都唔係我哋答案啦。好，到第八題啦。喺計香港嘅，喂，其實題題都係咁樣做法嘅啫。嘅 GNI 嘅時候啦，下邊邊個應該喺本地香港嘅 GDP 裏邊扣咧？今次係扣啊，扣咩咧？係扣外地人喺香港賺嘅錢啦。咁啊，逐個嚟睇下啦。一個香港足球會付俾一個日本球隊嚟香港進行一場表演賽嘅費用。誒，睇下先，外地人係咪外地人咧？日本球隊喺邊度踢比賽啊？喺香港喎，來港啊嘛，係咪？中晒，所以 A 係我哋嘅答案啦。睇下 B 點解錯咯喎？一個香港嘅發展商，從佢喺日本嘅住宅物業收到嘅租金，呢個咧係香港人嚟嘅，但係喺日本收到錢，呢個係香港人喺外地嘅收入啦。咁呢個就應該係加翻就啱，呢個係應該加翻嘅，係啦，應該係 GDP。OK，加翻先啱，就唔係扣啦。好啦，C part 啦喎，第 C 嗰個選項啦，一間日本保險公司從香港嘅金融投資中賺到嘅資本增益，小心。今次咧佢係外地人嚟嘅，香港公司嚟嘅，香港地方啦賺嘅錢啦，小心。資本增益即係股票100蚊變140蚊，呢個資本增益，佢本身咧係唔計入 GDP 嘅。你本身都唔計入 GDP，又使乜扣翻出嚟咧？因為點解唔計入 GDP 啊？因為係不涉及生產，咁所以呢個大家要寫一寫，不涉及生產啦。得唔得？OK，不少生產。好啦，到 D part 啦，一個日本上市公司俾香港居民嘅股息，今次咧係香港人嚟嘅，得唔得？香港人喺外地嘅收入啦，咁應該係又係啦，應該係 GDP 加翻嘅。OK，喺 GDP 加翻，咁所以就唔係扣啦，咁所以都係錯嘅，即係我哋係嘅。而家扣除邊個嘛？咁啊扣除 A 就啱啦。冇問題，就去到第九題啦。因為一國嘅人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乜乜乜，所以該國嘅生活水準會被高估咗。OK，咁你會發現咧，而家係我哋嘅 GDP 高估咗我哋嘅生活水準，即係話咧，其實我哋呢度應該係啲負面嘅嘢先啱嘅，負面嘅嘢，得唔得？negative 少少嘅。咁你睇下啦，哦，有啲咩係負面少少嘅咧？嗰個佢冇反映到該國喺生產物品同埋服務時質素嘅改善啊，呢個正面嘢嚟嘅，唔揀啦。冇反映到不平均嘅收入分配，負面嘢嚟嘅。沒有反映生產嘅不良效果，即係污染啊嗰啲啦。所以二三揀得走人。咁啊睇埋我哋四啦，沒有計算不在市場交易嘅物品同埋啲綠帽啊，呢啲咧其實會令到我哋嘅 GDP 係低估咗嘅，得唔得？GDP 會低估生活水平嘅，係啦。咁呢個同學要小心。其實我哋評估都好大機會會問呢個關於 GDP 同埋個生活水準之間個關係㗎。OK，即係 GDP 可能睇唔到個閒暇時間，睇唔到個環境質素，睇唔到個收入分配。咁呢個大家要去再解釋翻點解會令到高估或者低估咗個生活水準。係啦，冇問題就有月報即係文字睇㗎啦。咁咧好快就睇一睇解釋喺香港做咗2年嘅菲傭啊嘅工資係咪包括喺菲律賓嘅本地居民生產總值，即係呢個即係 GNI 啦，GNI。OK，咁呢度有同學好大意嘅就係咩咧？佢冇睇到係菲律賓嘅 GNI，唔係香港 GNI，太愛香港啲同學，呢個係菲律賓嘅 GNI。OK，咁你而家咧，我哋就諗下啦，我哋話 GNI 係睇人啊，係咪？咁呢個在港工作2年嘅菲傭，佢係咪菲律賓人咧？如果同學我心水清嘅話，做嘢2年，代表其實佢係香港人嚟㗎啦。OK，香港人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應該唔夾菲律賓嘅 GNI，咁所以我哋寫翻個立場先啦，否，然後因為呢個所謂嘅在港工作兩年
嘅呢個菲傭啊，佢咧就不是呢個菲律賓，不是菲律賓人啦。即係你當然你唔好考試就咁寫唔係菲律賓人啦，你又寫唔係菲律賓的居民啦。寫錯字應該係居民啦，因為我哋GNI 其實都係睇下你嗰個人係咪居民啫，應該係話，OK 係咪居民？係啦係啦，不是菲律賓嘅居人啦，而是香港嘅居民啦，得唔得？咁呢個就符合翻我哋經濟科裏邊嘅定義啦，係關於個時間長短啫，其實係。好啦，去到第十一題啦，最尾嗰題啦。佢就如果比較兩個人民國家人民嘅生活水準，除咗比較 GDP 之外，仲應該考慮啲乜嘢因素咧？列舉並解釋其中兩項。嗱，同我要小心噶，列舉之餘咧要解釋嘅，得唔得？咁我哋就咁寫兩項先。第一個最簡單寫嘅就係咩咧？一定係閒暇時間噶啦。咁我同學可以話啦，哦，就係話啦，較高係啦，較高嘅閒暇時間，OK 就可能代表咗有個生活水準啦，係較好啦。第二啦，除咗閒暇時間仲有咩咧？通常我哋有個叫做環境質素啦，咁啊就係話啦，可能較佳，即係嗰個身邊個環境好啲啊，你住落都舒服啲啦。環境質素較佳咧，亦都代表咗我哋嘅生活水準係較佳咯，我哋較好啦，係啦。咁啊兩個其實夠噶啦，咁我寫到第三個啦，好嘛？仲有咩咧？就係個收入分配啊，係啦，收入分配。譬如話，如果個貧富懸殊係好大嘅，OK，個收入分配係唔平均嘅。如果係唔平均咧，就代表可能咧，其實佢係冇辦法反映到咧，大部分人咧的實際生活水準，得唔得？係啦，咁就三個，最好同我識晒三個佢先。當然你再可以寫咩咧？哦，人口數量嘅多嘅話，如果人口越多嘅，你平均收入可能越低，我嘅生活水準都越低啦。係啦，咁呢個可能第四個我唔寫出嚟啦，係啦。咁同學咧記一記，好冇？OK，咁啊好快同大家做一份成份功課重溫啦。去到一開始就係話嗰個一啲16課頭嗰 part 嘅一啲公式嘅重溫啦，咁同學要記一記打聲啲公式啦，尤其是關於實數嘅公式啦，同埋 percent 嘅公式啦。然之後啦，就會去到我哋嘅 GNI 嘅部分啦。咁記住我哋餐一我哋嘅就係得呢嚿嘢，可數收入正值。咁我哋一加一減嘅啫，其實都係咁，同學要識一識啦。加翻香港人喺外地賺嘅錢，減翻外地人喺香港賺嘅錢啦。OK，好多時候佢會問你啦，喺 GDP 裏邊扣除啲乜嘢？哦，加翻啲乜嘢咧？咁呢個同學要識一識，係啦。係啦，咁啊好多題其實都係咁樣。如果同學你發現自己唔識做，一開始唔緊要嘅，你可以試下攞份空白嘅去 Canvas，然後再試下自己做一次，睇下可唔可以做翻我哋頭先嘅解釋。OK，最好寫埋 A、B、C 點解錯，三個裏邊邊個錯，OK，四個裏邊邊個錯，然後啱個點解啱，係啦，咁呢個就係最理想嘅學法啦。係啦，咁最後呢個就係個生活水準同埋個 GDP 嗰個限制啊，得唔得？OK，因為我哋淨係睇個數字，睇唔到你生活水準嘅，可能有閒暇時間啦、污染啦，嗰個叫環境因素啦，或者係嗰啲叫做收入差距，呢個係睇數字睇唔到嘅嘢，係啦。咁同俾心機，係啦。咁希望大家我哋遲啲下一條片再見。